初那个写歌词的阿峰，伊写那个时间，还从客家妇女的三头三面开始上那个歌词哈。啊，不过伊该写成四头四面哈。啊，一方面当然阿峰还也还看到伊这个妈妈呢，一个过程的一个感情开始写哈，写伊妈妈以前刚从安泰过来，4年的他也有下爱小东小西哈，就算出社会还是感觉到4年的鸳鸯都会4年的，所以鸳鸯都会做阿妹都会小拉的小妹哈，那底边还有讲到一个都讲啊哈，因为阿妹都会鸳鸯跟4年的该看做都会4年的哈，所以如果会念4年的啊，那个底边都讲啊哈，阿妹唔好念爱呀，讲唔好念蛮多，如做乜嘅？唱个安尼音乐爱，也係安尼拿擺來，安尼攞來跳舞好冇？唔好講啊唱音樂嘅哈，用跳舞嘅方式做得冇？那個都係呢，係像係呢阿峰以下本伊媽媽嘅個重要嘅歌詞哈，我拿擺去做嘅那個音樂嘅版本呢，事實上跟錄音嘅版本冇相同，因為阿峰伊媽媽係啲今年嘅歌詞呢哈，那個係呢今年伊媽媽嘅版本。
番薯头，眼连对跳舞，阿妹好无，连马台阮，用金芒阮，伊阮美神决定去听上东的国门，连马台阮，用金芒阮，要伊金棒，要个恰恰上。